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积电中秋连假进前，以违背公司核心的价值为理由，做一届甲7个员工来开除。这员工到底是做唔到啥物代志呢？讲因为这个员工三级警戒踮厝上班的这段期间，透过通讯的软体，招民众来炒股票。 讲伤过小摆咯，甚至甲对着炒股票所来了钱的投资客，伫咧网络顶来对呛，这个投资客真气愤，转向台积电来检举，这个代志才来现光。经过调查，台积电决定甲7个员工来开除，抬价价高。 台股伫中秋后的3天，就大起将近300点，指数徛伫17000点，好未少投资人够欢喜。不过，若有来线的消息爱细字，台积电就7个员工，敢若是因为炒股票炒甲互人死头路。在居家上班之后呢，其实这样不信任的感受会特别的被放大哦，然后自动自发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那公司内部如果不能泄露的资料，或者是公司内部的规定，都要记得严格的遵守。原来这7个员工是利用6月份伫厝上班的期间，伫一个设备部门经理带头之下，用内部的通讯软体跨部会4个咧探听消息、交换情报。 结果通知群组内面的人买股票，讲起来是真唱手，甚至佫甲群组内面人伫冤家。投资客就直接甲台积电就检举这个代志才变。台积电嘛公告讲，这员工是做出违背公司核心价值的无正当的行为。未来公司嘛秉持核心的原则，要求员工要遵守规定。台积电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世界的瞩目，所以他们对于这内控我觉得炒股说不定还是其中能讲的原因。这对台积电当然不能接受，他们不处理，他们损失的不只是公司的信用。 面对检举，台积电无愿意证实，不过员工违反内规，这是事实。护国神山为着公司顺利发展，嘛都要用非常的手段。